家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視香港青年喺大灣區嘅發展嘅。多年嚟，廣東省由資金嘅補貼、稅收優惠到生活所需，其實已經建立咗一個全方位嘅政策配套。其中嘅關鍵係近嚟越嚟越成熟嘅創業基地嘅體系，幫助青年適應當地生活乃至到營商環境。呢啲亦都係反映咗喺我哋今次調研嘅主題。創業從來都唔容易嘅，青年人到大灣區難免咧係會面對唔容易去明白當地嘅政策、商業嘅文化差異，亦都係唔足夠人脈等等嘅挑戰。如此一嚟咧，創業基地嘅支援角色就更加重要啦。我哋調研團隊走訪咗10幾個創業基地，同幾十個當地嘅創業青年呢係作深入嘅交流，最終係做咗呢一份有關於基地嘅10大建議。我哋希望透過今次研究，能夠拋磚引玉，凝聚各界嘅共識，點樣可以繼續深化創業環境之同時，亦都希望兩地政府可以積極考慮我哋嘅建議。